真好啊！感谢耶和华，唱歌学了你至悬的名。早起时保养你的资源，平暗时保养你的信心，就掠耶和华做欢喜。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，互你。咱三界吟圣诗第279首，主踮我心内，无惊兄自在。主踮我心内，无惊兄自在。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，眠日我心神，少年你无停。你做我光灯，互我光明。咱请起立来吟全首。先开圣诗的头前面，使徒圣经，咱齐声来讲头。我是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是耶稣基督，上帝就是名，咱的主，你圣灵高安，你在这路马亚出世，你本流来到你来使我，练习的是爱中的礼物，第三日你是来到我，就你，他这里专门为上帝方面，你的领导百姓我把他信仰，我信圣经，我信神，我们教会宣告相同，最下面都给我永远光明，阿门。请坐。请咱掀开圣诗后壁哩启应文第33篇，启应文第33篇，我来启，大家来念。恁究竟要将一堆比拼上帝啊？恁夜目看顶面，照数目带遐个万军出来。因为伊的大官能、大气力。雅各啊，你写书讲，
的道路引万耶和华。你敢袂知嘛？你敢袂听见嘛？伊无业，业无善。业善的，伊互伊能力。少年人也会业，也会善；勇壮的人也会滑倒。伊要亲像鹰鸟展翅飞悬。圣诗第297首，至大上帝愿你带我，至大上帝愿你带我，阮过今世旷野地，我真软弱你大愿力，用手牵我无犯罪。天的美娘，天的美娘，求你永远扶持我，求你永远扶持我，请起你来听我唱。创造天地啊，百倍。伫礼拜日的清早起时，阮谦卑诚心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来称呼你，因为你是阮生命的源头，阮患难中随时的帮衬，阮的力量，是阮的避难所。伫这个黑暗犯罪世界，有主耶稣你通靠，互阮力量，陪伴阮行。阮才会当勇敢来行落去。阮感谢主，赞美你。也求主你赦免阮，因为阮有罪本性，容易做歹。
只有你知影，阮会常常犯罪，离开你的真道。也求主你怜悯阮。我嘛常常伫顺境的时阵袂记哩你。阮拢爱挖靠家己的熬，家己做主。阮自私，无谦卑，无顺服，无尊主做大，依靠主你甲阮教。阮听袂着主你的声音，我嘛听袂着主你咧呼叫阮的声音。求圣神充满阮教会每一个人，互阮会当听见主你咧呼叫的声音。伫你叫阮，我要应讲，我伫遮。甘愿互主来引带阮头前的道路。今仔日是2013年头的第2礼拜，阮伫遮求主，互台湾的经济会慢慢好起来。每一个人拢会当找到伊所爱的工课，薪水也会当提高，会互阮的生活会当日日较好过。我来感谢主。我嘛为着教会逐项事工的推动来代祷，求圣神充满每一个团契的领导者、甲干部以及中职，互因知影所推动的事工是合神心意的。我嘛为着1月27日的会员好会，甲会员手册的制作来代祷。咱是合上帝旨意的，求主你，互一切拢会当真顺利。我嘛为着2月初3洗礼甲圣餐来代祷，求主互一寡无着友因袂看有罪人，若是爱主目看无罪完全的耶稣。也叫耶稣，因为耶稣伊的心会软弱，愿意来做主伊的囝儿。我为着诗林秀英姊妹的遗族来代祷，求主亲自安慰扶持遗族。我嘛为着身体欠咱的兄弟来代祷，因虽然肢体受苦，但是会当伫灵内享受满满的平安甲喜乐。我嘛为着张世雄牧师来代祷，互伊今仔日所要分享的信息，拢是对顶面来的信息，也互讲甲听的人平平拢得到主耶稣伊的赐福。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阿门。